你们好，我叫艾海提艾泽子，是东突厥斯坦库车县人。我在这儿呢，向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及正义人士在这儿作证。我于2014年5月份带着2个儿子偷渡到土耳其，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维吾尔族进行各种宗教镇压、人权迫害以及种种罪行，我们没法再待下去，所以他们也不给我们办护照，所以只能偷渡过来。当时偷渡的时候呢，就是出于种种原因，我的老婆跟一个女儿留在这东突厥斯坦，没能带出来。直到2015年1月份，我得到消息呢，我老婆被逮捕了，我女儿下落不明，至今下落不明，在哪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老婆的姐姐，我老婆的名字叫日兹万古里艾泽子，我老婆的姐姐古里杰奈提跟她老公艾泽子热哈曼，他们都被逮捕。再后来我得到消息，就是我的哥哥姐姐，我们是9个孩子，9个兄弟姐妹。我大哥去世了，然后就剩7个兄弟姐妹，也就是2个哥哥，然后还有2个哥哥，5个姐姐，都在东突厥斯坦，他们都被逮捕了。然后到2015年9月份的时候呢，9月初，不是9月下旬10月初左右，我得到消息，就说我老婆日兹万古里泽子被判了10年徒刑，有期徒刑。他姐姐古里杰奈提也判了10年徒刑。古里杰奈提她老公艾泽子热哈曼也判了10年徒刑。然后我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一个判了6年，一个判了7年。就是我在这想说的，就是说我老婆、我哥哥姐姐，我老婆姐姐跟她老公，全都是据我所知，全都是因为我偷渡出国而被捕、被判刑的。他们没有任何罪，按中共的法律里面的一些条款、法律政策、法规也好，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罪。就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我老婆、我的亲戚、我的兄弟姐妹，他们被判了刑。在中国的法律上呢，偷渡罪应该是6个月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是中国公民，但是我们偷渡，他们就把我们绑成极端宗教啊，什么恐怖分子啦，就绑到这个政治问题上面来了。然后行，偷渡是我的事，我偷渡了，跟我家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的家人，我父亲本来是个警察，狱警，知道吧？我哥哥姐姐都是公务员或者就是工人，为共产党卖了一辈子命，到头来落的那个下场，你看
所以我在这儿作证，他们是无辜的，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狱，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任何罪。我是受不了宗教迫害、人权迫害，才选择了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罪，可是他们都被判刑了，10年、10年、10年、6、7年，而且剩下的当时我得到消息就是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一个6年，一个7年。我想的就是我一个姐姐不是2014年9月份来过土耳其旅游15天，办了个旅游护照，回去以后就开始查，派出所、国保都过来查，查了1个多月，然后直接逮捕，直接判刑了。所以在这我就给他们作证，他们是无罪的。中国共产党要无条件释放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罪，他们没有犯任何法律。我呼吁国际上的人权组织、正义人士对我们东突厥斯坦的状况现在应该也有所了解，但是希望他们注重这一个问题。